连，花莲县倒溪乡去年发现到这男案细只熊了后，顶个月底又有民众去看到乌熊伫个街路乱扫。花莲林管处当时就有装翕相机要来监测观察到乌熊的状况。而7月底也曾经去翕到讲细只熊好亲像是有皮肤病，不过呢，伫20号透早5台监视的翕相技术完全拢放进去，怀疑讲是去互人甲翕相机炸走的。警方即马已经成立专案小组，全力要来调查。马路上雄雄出现一只乌噜噜、圆滚滚的台湾细只乌熊，敢若想要过马路，但是看到有车要过，赶紧退转去路边，走入去草仔埔，看起来是真古锥。花莲县去年发现南安细只熊了后，顶个月阁有民众看到乌熊伫踅大街。花莲的林管处当时伫咧附近有来装红外线的自动摄影机来监测。嘛有请巡守队咧加强巡视，但是最近发现这只细只熊敢若有皮肤病。19号搁来加装翕相机，要来观察细只熊的状况。想袂到20号早起，动物医生特别来到现场，竟然发现2台翕相机拢总无去，手顶嘛有红旗挂款，赶紧来报案。装设在瓦拉米步道的2台相机遭窃，那两者的距离为1个车辆的距离那另外林务局工作人员亦称在附近装设的3台相机也不见。台湾乌熊保育协会怀疑是有心的人无管警告来把翕相机摕走，嘛烦恼安尼会来耽误细只熊治疗的时间。大概就设备的部分1万多块钱，那3台有3万多我们的监测资料还是都有收回啦。翕相机从偷摕去的所在是一个山区，平常时一般的人根本就袂来。警方已经成立专案小组，全力咧调查，要来找出这个贼仔，嘛希望莫阁有这款的情形来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